后来，这个最近的天气反较冷咯，讲这个彰化地区为入冬以来救护的案件明显来增加。 有87个人到病院进前就无呼吸心跳，其中未少为是80-90岁老大人。虽然消防局无法度来判定讲是不是甲天气寒有关系，但是气温一下来落降，确实是会增加着三关患者致死的风险。 另外，这个彰化县政府嘛来举办着寒冬送温暖的活动，送这个油啊，送这个小小的食面互家友，他来挡过这波的寒流。 天气真寒，彰化火车头前有袂少时大寒暑，县长王惠美亲身送保暖的外套，阁有烧火火的食物。包括咱发送小小的这个面啦、汤啦，吼，甲送咱的这个韩式因一寡保暖的衣服，甚至睡袋等等哦，希望互因来度过咱这个寒流哦。天气变寒，1月初7是入冬日，代表季节进入冬天。入冬2礼拜以来，温差较大，嘉义县到病院进前无心跳案例有12个人，彰化县有87个人，其中未少是高龄89-90岁时大。 今仔日透早住伫河美县市的查甫人，胸腔无法度喘气，紧急送医上救护车了后，就无心跳。救护人员赶紧 CPR 抢救，到病院了后，就插管治疗。上救护车的过程中，在车上意识改变为欧卡状态。昨晚天气较冷患者可能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三高的病史。 病判断失神性是急性的心梗塞，虽然无法度证实和天气寒有关系，不过造成乌卡熊熊死亡的案例增加，气温下降都是原因之一。彰化最近的救护案件比前个月增加2-3成。近期气温变化大，救护状况会比较多，比以往略高出2至3成的疾病救护。那天气一冷呢，我们最怕的就是心脏血管方面，当机的急诊最近这1-2天。 我们发觉中风的病人特别多。提醒民众，若是出国，一定要穿好小，身躯顶上好是随时扎一条围巾，做好保暖的准备，才会当对抗寒冬。